艺术水阁好。国情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解顺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国情成就你研究一站千金铺。清朝时代大人咧教囡仔读，捌一寡百般的事物。讲这个男主角上天顶广东苏州卖护士，看见苏州无尽文理，1822少年时，金手环玉手指，清大有白纸，也乖卡也伶俐，琴棋书画尽都是，搁有红嘴唇白喙齿。国情啊，你也无照读啊，我都无在条暗念你，毋过要招你研究。头拄咱讲苏州无尽文理。文理，我去编台语大词典，台语的形容词，文理的意思解说，就是讲气质真好，真优雅，真高尚，讲有做文理。这个形容词早前老爸咧讲，还阁有无？有，咱换来听四句咧。抗烟花吸盘放了，头一拍就讲，父母生我命才歹，无情加官真严戒，害阮坠落烟花界。怨心册命无人知，父母本底就生我命歹啊，结果去当着无情的大家官，竟然将我车落火坑，塞落烟花径，所以因对待我真严戒。严戒，原来国情伫刻盘内底、念歌内底扣出来的形容词，目前社会较罕得人咧应用。严戒就是啥？简单讲，咱即摆咧讲的，就是做刻薄啦。好，国情啊，你资料阁袂少呢。也有千金铺，也有即个刻盘念歌对。啊，朋友，你若要寄资料互我吼，册内底放伫箱仔边仔，着爱写互点札，着爱用一寡胶拉树落啊，用一寡塑胶纸写呢，无影啦。国情毋敢得你的物件。你若看解文说理，我就足欢喜啊！我照地发挥，我是要讲。另外一句形容词，我那记载伫咧台语大词典内底，目前社会大家加减嘛，阁有咧应用对。物件若要寄。唔通碰霜，你着爱写互点札，包互点札，才袂讲邮便书咧摕的时阵，箱仔遮大卡啦，内底一支手机啊，遮细机啦，遮扣遐扣，扣了若去到要安怎？所以尽量包互点札，写互点札。搁有咱咧贴货嘛，共款，一箱一箱贴互点札，才有才调做好头路。所以国情绝对唔敢得你的物件哦，我是照即句话来应用哦。台语目前社会加减有咧流传的形容词趣味。